利嘅3個電器神器啊！手腳冰冷嘅人一定要買呢一個。佢咧就係咧呢度會發熱嘅，其他地方咧就係保暖嘅啦。平時咧就係擺隻腳喺度，咁咧佢咧有好多個溫度可以揀嘅，最盡係去到70度，最少咧35度，通常咧就揀50度。而且咧佢都有個 timer 嘅，有陣時咧我唔用咧，我都開俾啲貓嘅，啲貓會自己鼠入去。第二樣咧就係你哋而家睇到呢樣嘢啦，係電熱滑鼠氈啊！咁佢咧最低咧嘅溫度咧係35度，最高咧65度。咁手凍嘅時候就可以擺落去個氈度取下暖咁樣咯。呢個實用性冇咁高嘅，但係咧有好過冇。最後一樣係呢一個 IG 定 Fresh 度見到嘅，有人推薦話咧冬天有佢咧真係超級正。佢係一個暖風機、塵蟎機。咁咧佢係聲稱可以殺到塵蟎嘅。呢兩碌管咧就係for你咧伸入被竇嘅時候咧撐開佢嘅。你春夏秋冬都可以用，但係咧我就唔建議大家夏天用啦，因為我試過一次啦，好 Q 熱，擘大咗佢啲嘢啦，跟住咧兩支管咧分別咧塞喺兩邊，跟住咧冚好張被。總共有4個毛啦，冬夏暖風除蟎。通常咧我冬天就用個冬嘅，開完之後啦去沖涼啦、搽保養品啦，咧收翻埋上去嗰下係真係超級暖粒粒。